旅程去到第5日，今日我哋會去北歐風森林村 Mesa Village， 然後去冰川神社秋恩園簽，仲會去埋小江湖穿越一番商店街，跟住會去今晚入住嘅東京直流噴泉別墅高級飯店。好 ，Let's go！ 喺前一日，我哋本來係諗住喺去穿越之前就去咗呢度先嘅，不過依家好早就天黑，所以琴日呢就放棄咗，到喺酒店 check 翻啲行程。原來由穿越王子大飯店出發去呢度會近啲，所以留翻今日先嚟仲好。見到呢度係咪好清幽、好舒服呢？一路行，一路俾啲好靚嘅森林包圍住，真係好有北歐嘅風情啊！呢個咁有北歐風嘅森林村 Mesa Village 係坐落於埼玉縣飯能市嘅宮澤湖湖畔，係一個以北歐生活為主題嘅休閒設施，而且仲係免費入場嘅。呢度嘅設施同建築與大自然嘅環境配合得相當和諧啊！佢嘅手信店都一樣好有北歐風㗎，等我帶大家行個圈啦。紙嚟嘅啫喎，咁樣個紙嚟嘅啫喎，呢個有啲豆泥喎。咁呢個過癮啲，你睇側邊，你睇側邊，我攤開，係啊。見到咁大嘅武鳴擺設，就即係到咗武鳴谷主題樂園㗎啦。不過呢，喺網上睇過啲片呢，呢個樂園呢係較為適合小朋友，所以今次呢，我哋就唔入啦。
喺左手邊呢個就樂園入口，入去就要收入場費啦。個碼頭景好廣闊，喺個湖倒影住個萬里無雲嘅藍天，真係靚到暈。連車神都忍唔住要幫我影返張靚相啊！咁爽定乜幅相啊？幫你。好悠閒地。至於呢度嘅餐廳，食物嘅款式唔太吸引，所以都係行下佢啲鋪頭，睇下有冇手信要買就算啦。裝備。之後，我哋諗住去埋奇玉魯魯米兒童森林公園，點知原來今日係休園日啊！呢度係出名嘅紅葉聖地，入唔到，只能喺門口影得幾多得幾多啦。見到咁大個鳥居，就係到咗冰川神社啦。穿越冰川神社呢，係喺奇玉縣穿越市，距今已經有成1500年歷史，係西元541年創建嘅。呢間神社呢，主要係供奉素盞明尊同佢家族，總共有5位神祇，所以大家都覺得嚟呢度拜神可以保佑屋企人和和氣氣、夫妻恩愛，仲有幫人揾姻緣，特別係結緣方面最出名。呢度有幾個好靚嘅特色景點，好似繪馬隧道、風鈴裝飾同埋啲好可愛嘅魚手，而其中一樣最受歡迎嘅就係鯛魚簽，真係好多人嚟抽簽試下運氣。等我呢都試下抽鯛魚簽先。拍緊片，我影俾阿文。咁即係唔算喎，表妹係咪啊？點搞啊？表妹都搞唔掂。你勾呢條吧，呢個係呢條勾唔掂。對。知道呢個呢條我遇到呢條。哦，假嘅，呢條真係真啊！黑英明嗰度啊，呢個。哎呀，攞翻去先俾佢開啊！我哋冇開過㗎。你唔紅色啊？嗱，呢度呢就係繪馬隧道啦。
自從尊越城起咗之後，冰川神社一路都係當地嘅守護神，幾代城主同埋居民都好尊敬呢間神社，大家仲親切咁叫佢做御冰川樣，真係令人感受到當地人對神社嘅感情同敬意。作為川越觀光主要交通據點嘅川越站，可搭乘巴士前往川越冰川神社，由川越站東口搭乘東武巴士，喺川越冰川神社站落車，即可抵達。車程僅約15分鐘，交通相當便利。呢座建築係一個混合咗唔同風格嘅洋風銀行建築，好似新文藝復興風格、薩拉森風格咁，都有融入喺入邊。設計係由寶光聖也負責，施工就係印騰信做搞掂嘅。喺穿越傳統嘅街道景色之中，呢座建築就好似一個象徵，展示咗近代發展嘅歷程。而家已經改為一個多功能複合式建築，地下有餐廳同小賣部。仲有一塊人工智能嘅鏡，鏡裏面有個可以同你互動嘅接待員。腳呢冇反應嘅。再行入去呢，就有一間金庫，依家已經變為擺放呢間銀行嘅歷史展品嘅地方。又係時候出發去食晚餐。今晚呢，我哋揀咗一間平民壽司店，回轉壽司一番。點解會揀佢呢？因為呢間嘅賣點係平啊，每碟都係150 yen， 同埋都幾新鮮。到咗今晚入住嘅東京直流噴泉別墅高級飯店啦，第5間酒店，又嚟個 room tour 先。首先呢邊有雙人床、茶几仔、長梳化，而另一邊呢，有雪櫃仔啦、電視啦，同一個掛衫位啦，唔記得影浴室，睇住網上圖片先啦。旅程過咗一半，聽日會去 A-Pit 東雲汽車零件中心。哇，梗係啦，我掉晒啲蛋咗嚟呢度噶我。去豐洲市場食海鮮。同埋去睇下東京嘅聖誕燈飾。下一集繼續同大家一齊遊東京啦〜